早晨，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睇華創聯行珠海通，我係主持人 Chris 啦。咁啊，今期 Chris 嘅開場咧，一開波同大家嚟到一個會所嘅當中啊。咁啊，今期嘅早上咧，我比較早嚟咗少少嘅，係啦。咁啊，所以趁住呢一個仲時間尚早嘅時候啦，咁啊做下 gym。咁啊，可以講啦話喺自己嘅屋企當中嘅會所度啊，可以享受到一早起身有嘅呢一啲運動嘅服務嘅配套咧，其實係一件好幸福同埋好開心同埋好奢侈嘅事啊！咁無論喺香港又好啦，喺內地又好啦。嗱，咁啊先拋個問題俾大家先，各位觀眾朋友，睇到 Chris 現時身處嘅呢一個會所呢一台跑步機嘅呢個當中啦，嗱，唔知各位觀眾朋友平時有冇細心仔細咁樣聽課或者睇視頻呢，就估唔估到我現時身處嘅呢個會所喺邊度？嗱，咁我透露一下啦，其實我哋呢一個會所呢，係我哋珠海華發龍頭企業嘅會所啊，奧特美。咁啊，邊個奧特美呢？拋個問題俾大家先，咁唔同大家開估住。咁啊，呢一個會所呢，咁首先呢，有好豐富嘅配套啊，健身房、有氧區域、力量區域、瑜伽室、普拉提、室內恆溫泳池，以及仲有呢度透露少少俾大家聽，仲有我哋嘅中醫理療。嗱，咁我講到呢一個中醫理療喺珠海市華發奧特美嘅會所當中咧，得一個嘅啫，就係我哋華發院子啦。係啦，咁啊，今期 Chris 咧同大家嚟到我哋華發院子嘅會所當中。咁啊，早上趁住有少少時間啦，咁啊做一個運動啦，咁啊舒緩一下近段時間嘅一啲工作壓力又好啦，生活壓力又好啦等等嘅。嗱，咁啊，其實今期咧Chris 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真係過嚟個會所度做下運動。咁第二個就係同大家介紹一啲好貨嘅。嗱，咁啊，其實大家都知道，適逢到我哋如今已經2025年嘅第二季度中尾段㗎啦。咁其實華發院子嘅呢一個項目貨量唔多，咁啊成個項目總貨值得201套。咁啊，其實如今加起身剩餘嘅貨可能都係得嗰幾個 percent 嘅啫。咁啊，好多已經收咗樓，包括啲業主已經係做緊裝修、做緊設計，咁啊遲啲入住㗎啦。咁啊，趁呢一段時間，仲有一啲開發商嘅尾貨啦，同埋一啲個人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嘅講緊嘅功底貨，其實咧都有部分產品做咗調整咁啊，目前亦都係流出咗市場嘅。咁我哋華創聯行啦、珠海通亦都係一個同呢啲華發操盤嘅好多項目啦，係比較有緊密嘅聯繫嘅。咁啊，其實喺琴日嘅半夜就已經即刻收到華發通知嘅消息咁啊，關於我哋目前華發院子咧有最細戶型嗰個產品咁啊，其實目前係有少一兩套嘅呢一啲功底嘅貨分享俾大家。咁個人睇完嘅圖紙、對完嘅價錢之後咧，都認為十分之有呢一個值得分享俾大家嘅意義嘅。咁啊，所以咧今期咧 Chris 先同大家嚟到個會所度做個運動之後，再去到今期推薦嘅呢一套單位度一齊同大家望一望目前華發院子剩低嘅呢啲貨係唔係真係值得推薦俾大家呢？定係話佢係一個賣剩蔗嘅呢啲產品咁啊冇嘢拍要分享俾大家呢？咁啊，所以而家事不宜遲啦，先跟住鏡頭咁啊 Chris 做完呢一個運動之後，同大家再去睇樓啊！好多參觀過華發院子嘅觀眾朋友同埋粉絲們都一致咁認為目前放眼喺成個珠海市6大行政區當中，所有嘅頂尖資產，即係 Chris 所講嘅別墅產品嘅系列啦，咁可以講華發院子可以用3個字去形容：性價比。咁啊，華發院子嘅性價比咧，當然體現出嚟嘅會喺佢嘅價錢上面啦。咁但係個人認為咧，喺眾多珠海市眾多嘅別墅產品項目當中咧，
華發苑子除咗性價比之外 ，Chris 亦都係認為佢除咗性價比，仲有好多嘅 title。咁例如咧，現時 Chris 身處嘅呢一個新中式嘅園林當中咧，咁肉眼可見過百種嘅綠植去為呢一個園區去打造啊，咁啊有唔同嘅進門，形成咗我哋中式別墅當中所講嘅隱私性啊，亦都係同我哋嘅有好多嘅一啲產品展現力度上面去展示嘅話咧，其實成個華發苑子嘅產品俾人嘅感受嘅水準啊，同佢嘅價錢其實係十分之唔匹配嘅啊。咁啊，大家都中意用性價比呢3個字去形容佢。咁 Chris 個人認為，除咗性價比之餘咧，其實成個華發苑子嘅項目咧，即係可以講話係別墅群樓當中嘅產品，可以講話十分之優秀。咁與此之外咧，同大家亦都嚟再次進入咗我哋華發苑子嘅呢個園區當中啦。咁即將同大家要準備介紹嘅呢一套產品咧，屬於我哋雙拼140平方嘅一個產品嚟嘅。嗱，咁啊，同大家簡單地重溫一下我哋成個華發苑子嘅一個項目情況啦。咁其實成個華發苑子咧一共分為3個產品線嘅。咁啊，第一140平方雙拼嘅產品，咁啊實用嘅面積其實可以高達接近成700平方噶啦。咁第二個就係我哋嘅小獨棟，咁啊小獨棟咧係我哋209平方嘅呢一個產品線啊，咁佢亦都係可以實用率過千方嘅。咁而華發苑子最值得令行業同埋呢個別墅產品嘅驕傲咧，就係我哋前排18戶嘅一個河景大獨棟嘅產品啦。咁可以講咧，亦都係深受我哋好多成個周邊嘅企業家啦，我哋做生意嘅一啲大老闆啦，以及我哋好多港澳朋友對於別墅產品嘅一個幻想嘅。咁我哋華發苑子咧都可以滿足到。而今期 Chris 介紹嘅呢一套單位咧，咁可以講話係供底貨，亦都係十分之有性價比。咁呢個性價比體現咧，第一係佢嘅價錢上面。以此之外咧，咁我哋目前介紹嘅呢一套單位就係面前嘅呢一套啦。咁啊173A 嘅呢一個戶型係屬於我哋成個前排201戶當中雙拼產品嘅中間呢一排。咁可以講咧，呢一排亦都係性價比十分之高之餘，佢嘅地下室嘅面積段咧，亦都係會比我哋前排嘅產品多20到30個平方。咁所以講咧，呢一套單位咧，可以講話係目前 Chris 睇咗咁多套當中，綜合價錢，佢絕對係算係一個十分之優質嘅產品。咁啊，一同大家入去呢一套產品睇一睇啦。嗱，咁首先啦，現時 Chris 身處嘅呢個位置就係我哋173A 嘅門口嘅位置，亦都係經過從我哋嘅正門嘅入口入嚟之後左轉，通過我哋嘅中軸呢一個水景嘅花園個景觀之後啦，嚟到我哋現時嘅呢個位置，咁 total 數過嚟都大概4到5戶嘅啫。咁呢個路程亦都十分之近啦，方便啦。門口亦都係會有一個大型相對嚟講比較闊落嘅空間進屬於我哋嘅入戶花園。咁呢個門口咧，屬於我哋呢一套單位嘅正門亦都係我哋南進門嘅部分，因為咧直前方望河嘅位置咧就係我哋嘅南向。咁入到嚟咧，大家可以睇到咁我哋成個呢一套單位咧入戶咧會有一個前花園。前花園嘅部分大家可以見到咁有我哋嘅呢一啲綠地嘅草坪啦嘅面積啦，以及我哋呢個採光井。咁大家唔知有冇留意我早期同大家拍攝呢一個雙拼產品嘅示範單位咧？開發商喺呢一度咧將個示範單位係做咗鏤空嘅。係啦，做咗個中空嘅部分，咁可以望落去，直接望穿到我哋地下室嘅閣樓嘅位置。咁當然呢一種設計咧，亦都係十分之符合我哋現時嘅一個需求啦。咁所以有好多嘅港澳朋友睇咗 video 之後咧，都對華發苑子嘅產品，無論係呢一啲戶型上面啦、設計上面啦，甚至乎係呢個價錢上面咧，都十分之中意嘅。係啦，咁呢度咧係我哋前院嘅部分。另外側邊咧會有我哋嘅一個小過道，仲有我哋個採光井。咁可以講咧，雙拼嘅產品喺1樓可見嘅採光井咧係會有3個咁多嘅。咁所以講咧，華發苑子雙拼嘅呢一個產品140平方呢個產品咧，可以講佢嘅地下室嘅採光咧會特別舒服嘅。係啦，咁呢度咧係後花園嘅部分。咁其實前花園加埋我哋側邊嘅過道，其實 total 嘅1樓嘅呢一個花園嘅面積咧都差唔多要接近200個方嘅。咁所以咧，作為我哋嘅呢一個單位嘅贈送面積嚟講啦，我哋嘅實用性就更加拉高啦。咁呢啲獨立院子嘅好處咧，其實大家無非係人多有好多嘅一啲朋友嘅聚會啦，會有更加多嘅空間可以俾大家使用。好啦，咁再入到去我哋單位內部，同大家
簡單地過一過，因為呢個戶型咧，我相信有好多睇開 video 嘅朋友咧，都大概知道佢嘅佈局係點樣㗎啦。咁啊，主要推薦呢套單位咧，係真係呢套單位目前嚟講，可以講係尾貨嘅產品。與此之外，佢嘅價錢咧特別有驚喜。咁稍後再同大家公佈，先同大家簡單地過個戶型。咁現時咧，身處喺1樓嘅主廳嘅部分，係啦。咁大家攝影師可以抬頭。咁呢個主廳連埋2樓嘅中空嘅部分咧，係有6米高嘅。咁啊，所以講咧係特別舒服啊，好靚嘅挑高。咁但係大家如果覺得唔夠用嘅情況下，亦都可以喺2樓嘅部分倒翻樓板啊。咁包括我哋院子呢個單位中空嘅部分，上下兩邊都有我哋嘅全落地嘅呢個玻璃。咁所以採光啊同埋我哋嘅通風嚟講咧，絕對係冇問題嘅。就算封咗我哋嘅閣樓之後咧，都係特別好用。好啦。咁啊，嚟到廳中間嘅部分啦，咁由於現場係一個無披嘅狀態啦，睇唔到太多。咁呢個位置其實係可以預留我哋嘅電梯井嘅，係啦，電梯井嘅部分。咁左手邊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啊，咁啊而廚房同埋我哋嘅電梯中間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樓梯同埋電梯井嘅部分㗎。咁現時嘅狀態係咁樣。咁啊右手邊係我哋嘅呢一個主門嘅大門入口，因為而家係鎖住咗，所以 Chris 啱啱從後院嘅花園進入，係啦，咁嚟到呢度咧會有我哋主門口，同埋1樓會有我哋一間套房、衛生間，同埋我哋嘅另外一間可以作為我哋嘅父母房，包括2樓嘅部分都係，亦都可以封咗佢之後做一間獨立嘅房間。2樓亦都多咗間房啊。咁啊，開發商示範單位嘅佈局咧就係將我哋1樓嘅中空保留，2樓嘅房間進行我哋嘅封閉啦。好啦，咁啊睇完成個1樓嘅佈局啦，無論佢嘅動線啦、佢嘅積數啦、佢嘅戶型嚟講啦，都特別好用。咁當然啦，別墅嘅產品有大部分嘅買家同埋業主都會有唔少結構性嘅呢啲改造。咁例如個廚房可能會延伸出去，利用埋我哋戶外花園嘅部分做中西廚嘅結合，亦都係其中一種案例啊。好啦，咁睇完之後啦，上2樓同大家睇睇2樓嘅佈局同埋採光，亦都係呢一套單位另外個人 Chris 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佢前後採光嘅部分啊。咁由於咧佢呢一套單位咧屬於我哋中間戶嘅，咁原則性上面嚟講，佢會比前後2排嘅產品咧會有所遮擋，但係一齊感受下佢個採光同埋空間會唔會有想像中咁壓抑先？好啦，咁啊首先咧2樓嘅中空嘅部分呢度過渡啊，咁呢個位置亦都係 Chris 所講可以封樓板，前後做到南北通啊。咁前方嘅正門嘅部分咧係對住第3排嘅其中一戶啊。咁個人認為喺2樓望落去咧嘅採光都係冇問題嘅。咁與此之外咧就係嚟到呢一邊，咁呢一邊咧亦都係我哋錯落式嘅佈局。啊！呢一邊嘅陽台同埋2樓嘅呢一個明窗嘅部分咧，係前面另外2棟中間嘅過渡，咁所以望落去採光都係冇問題嘅，係啦。咁再延伸過嚟2樓嘅呢一間房咧，要改造嘅房間啦，廁所位倒樓板之後咧，亦都係獨立嘅房間。咁佢亦都係可以享受到正南向嘅呢一個採光啊。咁啊，亦都唔算話係全線遮擋嘅。咁所以咧，採光同埋通透性嚟講，呢套單位咧亦都十分之唔錯啊。咁啊，整體2樓嘅空間咧，開發商嘅示範單位咧係將佢2樓成個空間設計為成為我哋嘅小朋友去用嘅房間啊。咁啊，所以我個人認為小朋友更加多嘅空間喺成個自己嘅區域咧，我認為呢個設計咧比較合理。好啦。咁啊，再往上走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嘅部分啦。係啦，咁啊，而院子嘅呢一個140平方嘅戶型啦，佢嘅主人房啊十分之好用啊。3樓成個空間全部就係我哋主人房嘅空間啦。咁啊 total 計埋露台啊嘅面積啊，其實成個3樓咧都大概有成70-80個房係屬於我哋主人房自己用嘅。咁呢度咧又會有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同埋我哋嘅衛生間、上下水管嘅部分啊。佈局喺呢度，咁呢度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瞓覺嘅部分，真正前後嘅南北通。而主人房嘅呢個單位嘅南北通，大家可以睇睇，北向嘅部分係前排嘅中間啊，遠離咗馬路，亦都係2棟樓中間唔會有任何嘅遮擋。咁唯獨係南向嘅呢一度咧，會比前面嘅其中一棟會有所遮擋啊，但係唔會影響到採光。咁再延伸出嚟嘅露台嘅部分啊，咁可以講呢個戶型嘅露台咧會大啲，大好多嘅，係啦。咁啊，亦都係望翻另外2棟中軸嘅呢一個公共綠化嘅部分啊。咁啊，南向亦都會
陽光採光入到嚟單位度。咁啊，所以大家 Chris 一打開窗咧，整體成個3樓嘅主人房咧係十分之通透嘅，係啦。好啦，咁啊睇完3樓嘅部分之後啦，跟住鏡頭去到我哋嘅地下室，睇睇呢一個戶型嘅地下室，佢嘅空間大咗，究竟大咗喺邊度？好啦，各位觀眾，嗱咁話咁快咧，落到嚟我哋呢一度140平方產品嘅地下室。咁現時呢個位置咧，屬於我哋嘅負一樓。嗱咁啊，以往介紹好多其他項目嘅產品嘅負一樓咧，大部分嘅面積都係需要買家自己搭出嚟嘅。而華發苑子嘅呢套單位點解要用性價比咧？開發商要將搭樓板嘅部分嘅費用已經幫業主承擔咗啦。現時企住嘅負一樓嘅閣樓咧，大部分呢啲可以做房間功能區嘅區域咧，開發商已經全部倒好咗樓板㗎啦。係啦，咁啊，剩餘翻我哋嘅中空嘅部分同埋我哋地下室另外一邊嘅位置，咁啊留翻俾業主進行呢一個私人定制嘅改動。咁有部分嘅業主咧會中意將呢一個負一樓嘅中空封埋佢咁呢個區域咧係用更加多嘅空間作為我哋嘅功能區都可以。咁有部分咧係會圍住一圈，連呢一邊都倒埋樓板嘅情況下，就係正如中間呢個採光井嘅部分係作為我哋嘅中空嘅部分都可以。嗱，咁呢個咧就係別墅嘅好處啦，獨立屋嘅好處。改造嘅部分會由得我哋嘅業主可改造性會更加高，即係可玩性會更加高嘅情況下咁呢一套單位啱啱 Chris 大家留意開頭入嚟單位嗰度同大家講到有3個採光井，咁而呢一套單位會比我哋前排第一排嘅單位咧多20到30個平方，其實佢嘅位置就全部攤分咗喺我哋重心嘅部分。係啦，咁啊前排第一排嘅嗰一排嘅單位咧，佢嘅重心會窄啲，咁啊所以第2排咧會闊啲嘅情況下，佢嘅空間咧就會多咗。咁包括大家可以見到現時佢身處嘅負一樓嘅位置，從我哋負一樓去望成個中空嘅部分，下面負2樓其實個自然嘅採光咧都係特別舒服。咁所以可見別墅產品採光井嘅重要性啦。好啦，咁啊跟住鏡頭落到嚟我哋嘅地下室最底嘅呢一層。負2樓同大家感受一下。嗱，咁啊華發苑子咧有好多客戶觀眾睇完 video 入到嚟揾到我哋去參觀嘅時候咧，一致大部分90%以上嘅買家都唔會對華發苑子無論係雙拼啦、小獨棟啦、大獨棟啦嘅地下室有任何嘅意見，因為目前嚟講地下室有3個採光井。可以講話係產品類別嚟講咧，都特別少見㗎啦。咁啊，大家可以感受下鏡頭下嘅自然採光，會同肉眼咧係有少少差距嘅。係啦，我肉眼睇起身嘅採光咧會更加光。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一啲買家，包括收咗樓嘅業主啦，佢會進行改造咁啊，室內要裝通風系統之餘啦，就會將我哋嘅採光井嘅呢啲窗改成可以電動去遙控嘅。係啦，天氣好嘅時候，打開佢，有我哋自然嘅通風落到嚟咁啊，所以整體成個華發苑子嘅地下室咧，可改造性特別高咁包括門出面亦都有2個車位，同埋呢度咧會有更加多嘅一啲功能區咁所以點解話呢一套單位係會比第一排面積段咧要多咗20到30個平方，就係咁嘅原因啦。好啦，咁啊亦都同大家簡單地啦，從回顧一下我哋華發苑子雙拼140平方個產品嘅佈局嘅情況咁呢套單位咧，目前嚟講屬於我哋開發商嘅公底貨咁抵咗俾工程方啦。咁工程方亦都係委託翻我哋嘅華發苑子嘅銷售團隊去進行銷售。咁當然啦，同我哋華創聯行亦都有好大嘅關係啦。咁呢啲貨咧，目前嚟講亦都算係我哋華創聯行嘅獨家貨並唔係所有渠道都可以銷售嘅。咁呢套單位同大家分享下，大家比較關心嘅就係價錢上面啦。咁以往追溯翻我哋早期買苑子嘅產品嘅一啲朋友啦，咁佢可能買140平方雙拼嘅產品 ，total 嘅價錢都要去到600萬到700萬之間嘅。咁後段到中後期嘅時候咧，出現咗有部分嘅公底貨啦，咁價錢有所回復，但係都接近600萬左右嘅價錢。咁而呢一套單位咁可以講啦，係目前 Chris 拍過咁多套嘅呢一個苑子雙拼產品當中，我個人認為咧性價比最高嘅一套。咁 total 目前嘅總價
520萬左右，個數目咧好靚啊，520係啦。咁啊呢套單位咁目前嚟講，咁其實如果攤分到去我哋嘅面積上面嚟講，可能都1萬蚊唔使一方啊。咁如果計埋我哋搭埋樓板可用嘅面積最大化嘅情況下，呢套單位有接近成700幾方嘅一個產品。咁 total 圍到落到嚟，呢套單位嘅單價大概都係9000零蚊鬆啲。咁所以咧，目前認為呢一套單位係對比於以往。當然啦，以往介紹嘅產品可能會係單邊位，可能會採光會好啲，但係綜合嘅性價比嘅價錢嚟講，呢套單位嘅實用性同埋無論採光、通風以及佢嘅價錢綜合比咧，呢套單位咧絕對係超級性價比。咁所以咧，今期 Chris 咧亦都係做咗我哋一期關於華發院子嘅特輯，就係我哋現時嘅呢一啲美貨嘅清盤貨分享到俾大家。咁啊，亦都係知道仲有好多嘅一啲觀眾朋友啦，仲觀望緊華發院子嘅呢個產品嘅，都係希望趁住呢個時候可以執到一啲靚嘅產品。咁所以咧，今期 Chris 做咗呢條 video 作為我哋嘅分享，亦都希望可以幫到一啲觀望緊華發院子嘅觀眾朋友。咁我哋所以今期嘅 video 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下期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